顶个月，新北市土城一个查甫囡仔，伊挂智慧型的表啊，结果表啊家己烧起来，伊互烫伤。消保官是指出讲，这是一间叫做“关于时间”公司卖的手表哦。嘛讲这间公司已经回息的，会强调讲会来赔偿，嘛会提供消费者免费的检测。是第一代的那个 Hero Watch， 它是可以换这个电池的设计。那因为可以换电池，所以有时候没有那么密合。如果在下雨天小孩子玩装水难免会进去，那进去电池变质的话，可能就有膨胀，可能甚至燃烧的情形。在2年前已经免费让消费者能够更换比较安全的电池，这部分防水做得比较好，但是有些消费者可能没有联络上。消保官讲，这款手表算是头一代哦，伫台湾卖出1万支，会当换电池，也毋过哦，手表去捌着水会碰钢烧起来。公司哦会当来提供检测，家长若是无放心，会当甲公司来联络做处理。